你知唔知蕭邦成世人都返唔到鄉下，原來係因為一本過期護照。喺1830年，20歲嘅蕭邦離開波蘭去歐洲巡演，佢啲朋友送咗一個裝滿波蘭泥土嘅銀杯俾佢做餞別禮物。點知幾個星期之後，華沙爆發咗反抗俄羅斯帝國嘅大起義，佢啲朋友全部趕返去打仗，但係就求蕭邦留喺外國，用佢嘅音樂作為武器。當蕭邦去到巴黎嗰陣，佢本護照過期啦。佢本來可以續期，但係咁做就等於正式向鎮壓佢同胞嘅俄羅斯沙皇宣誓效忠。蕭邦死都唔肯，佢寧願流亡都唔肯屈服。佢將所有對波蘭嘅悲痛同思念，全部寫晒入佢嘅傑作入面，就好似佢最出名嘅《夜曲》咁。蕭邦之後再都冇見過佢嘅家鄉，39歲就喺巴黎病逝。但係喺佢臨死之前，佢提出咗最後一個要求，佢家姐將佢個心臟偷偷運返去華沙，直到今日都安放喺嗰度。想聽更多又奇妙又感人嘅音樂歷史，記得關注我哋。